老妖，老妖，你到底要绑我到什么时候啊？老妖！当然是要帮到你的情哥哥来救你的时候。我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我闻到这宅子外面有一股生人的味道。只可惜一晚上过去了，却没有人来救你。可见这人还是贪生怕死啊！包括你最喜欢的人。不，我大哥一定会来救我的，不像你这个妖怪，冷血无情。只怕你看错你的情郎了，他是不会来救你的，他不会来救你的。你的情哥哥来送死来了。王英，你的公主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大哥，别害怕，我来救你。好，我看你有多大本事！老妖，快放了公主！我看你修行1000年也不容易，就留你元神，否则我就替天行道，打得你灰飞烟灭，永不翻身。就凭你区区一人，也想替天行道，真是狂妄可笑！要不是你毁了我多年的真身，我早就成仙了。想让我灰飞烟灭？哼！我先让你的公主挫骨成灰！呀！住手！你欺负一个弱女子，算什么本事？冤有头债有主，你有本事就冲我来！好！当日你断了我的双臂，今日若你自毁双手，方能消解我心头之恨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快走！大哥，今儿不要你来救我了。大哥，你快走啊！动手啊！动手啊！怎么，你不敢了？不要啊，大哥！你快走！住手！你不是要我的手吗？行，我给你。大哥，大哥不要！大哥。还真是有情有义呀！我已经废了我的手了，你快放了公主！
要杀要剐，我王英奉陪到底。若要赔罪，那需要有诚意。你只是断了一只手臂，这叫有诚意吗？哼，除非你把另一只手臂也给毁掉，我便会想一想，是否放了公主。你出尔反尔！我现在只有一只手了，我怎么废啊？如果你想要它，你自己拿。这种事情，还需要我老妖自己动手吗？我看你还是快点儿，若不自毁的话，我就毁了你的公主。大哥，不要！好了，我答应你。金光速现！老妖，看你往哪里跑！彩雀，你怎么来了？废话，当然是来救你的。你先别管我，先去救大哥。金光速现！金光速现！
没事吧？没事。大哥，你终于来了。三妹，不要哭了，没事就好，没事了啊。大哥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不要哭了，没事了啊。没想到吧？这柳树才是我的真身。就凭你们几个，还想跟我斗？我让你们连投胎的机会都没有！大哥，大哥，今儿对不起你，大哥。三妹，别这么说，我们结拜的时候说过，要生死与共。今天大哥救不了你，我就陪你共赴黄泉。大哥，累死我了！荒阴李靖，你们毁我元神，诅咒你们生不如死！师傅，三妹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师傅，您总算来了，跟我来。大哥，怎么样？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没有。三妹，没事了。三妹，公主，三妹，你怎么了？别动，这怎么了？三妹。